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时代革命》2月25号开始，伫电影戏院办到即马，票房已经强要800万台票。这部纪录片全世界敢若咱台湾有在播，咱看到乌克兰为着自由在战，想到台湾；看到香港少年家为着自由在战，想到台湾。因端无别项，咱挺咱徛起的土地，挺咱享受的自由。前几冬台湾拄着挑战的时阵，咱不时看到香港人在讲，恁着爱真足看，阮香港人敢若会当示范一摆。咱要感谢周冠威导演拍这支电影，虽望咱所捌的香港打无去，总是咱有这支电影，香港人的勇敢，咱会当甲看800万摆。时代革命，光复香港。今仔日，咱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Sam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香港编城青年秘书长洪兆天 Sky。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咱今麦来看《时代革命》这个电影，2月底开始伫台湾电影戏院播，到即麦票房强要800万。咱知影，伊是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即麦咱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伫电影戏院播的所在。到即麦票房800万，伊是头一个9月卖上好的海外纪录片，嘛是今年卖上好的纪录片。导演周冠威讲。即摆搬这出电影上重要的是关心台湾。伊讲台湾是咱台湾人徛起的所在，望大家珍惜这个自由。中国捌甲香港保证，香港50冬无变，总是中国的保证敢会听伫？因嘛保证要互当突厥斯坦自治哦。因嘛有甲多朴签。停火和平的协议，总是咱历史甲咱讲，再来和平协议拢是签来违反的。咱看到罗西亚攻击乌克兰，咱就知。香港即马经过反送中的运动了后，产生一个 Hong Konger 的身份认同，这个问题咱今仔日拢要来讨论。大新时代力量的报道，咱做阵来看。记录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香港电影《时代革命》，去年得到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奖项。由内容可能无法通过香港的国安法甲电影检查条例，导演周冠威决定放弃伫香港放映，甲版权卖互外国片商。去年7月，看上影店影片的首映更加是秘密来举行，避免遭到中国官方的抵制。这部电影只有在各大国际影店来播映，以及在美国甲加拿大举行放映会。台湾将是头一个经由电影院放映这部影片的國家。有啲影展係同中國政府或者有啲發行商同中國政府有啲生意嘅來往，或者有啲金錢嘅贊助啦影展嗰啲，咁變咗都可能係一個考慮，我懷疑咁呢個亦不得到肯定啦。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所以去到而家呢刻，台灣可以上映，我真係覺得都係好難得。面對中國政治壓力，周冠威甲片中的受訪者，連個早期也是變相的方式來穩重身份。除了伊以外，影片最後工作人員名單也攏逐步使用化名。也有一位電影人因為香港國安法放棄製作紀錄片，也甲相關的所在送醫。拍片過程中，周冠威也一度互抗爭的群眾懷疑是唔是警察，加在有民眾看過伊過去關心香港人權的紀錄片。大聲咁話：你拍咩啊？你影我個樣啊？你邊間電視台㗎咁樣？咁我突然間我唔知點答佢。我真係冇電視台可以同人講，我哋話我係10年導演咁樣，跟住佢話我睇過10年，好喎，你繼續拍。周冠威也講到，因為受訪者甲工作人員對伊的信任，才有法度完成這部影片。這人有一部分已經離開香港，國家也關心伊的人身安全。伊講這陣也會用的，也是想要留喺香港，關心未來發展。記者綜合報道。好，觀眾朋友，咱看到《時代革命》這個紀錄片，在台灣票房表現了真好。我們先請教Sam律師，這部電影在台灣的票房表現是否超過你的期待，或者是你認為它可以更好呢？我覺得遠遠超過我們的期待。哈，這一部電影呢，首週的票房達到800萬新台幣，是創下了台灣海外紀錄片的首週的票房紀錄。
我相信这个礼拜能够好好的演好，下个礼拜、下下礼拜也可以长红收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觉得说商业的考虑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重点是这一部电影带给台湾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有3个重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是中共的本质要认清楚。台湾如果相信1国2制台湾方案或者9·2共识的话，就会掉入到中共的认知战的迷阵里面。是，这个最后会香港的后尘会被台湾步上。所以我希望香港的事情不会在台湾发生。我们要了解香港，也要珍爱台湾，因为这个才是我们未来必须要有的道路。是，这个地方也不要相信中共许下的承诺，要捍卫民主、守护自由。第2个重点是，自由的秘密是勇气，自由的代价就是永恒的警惕。你看到画面上面，或者说大家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这一场运动所现身的所有香港的抗争者，无论是包括我，还有很多年轻人在内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或者说很多我们俗称勇武的，我希望台湾人都能够同情的了解，充分的了解为什么香港人要走到这一步。要走到这一步，并不是一批黑暴或者暴徒，他们是真正的抗争者，是非此一步已无死所。是，我们看到这一点，也看到乌克兰，更反照出我们要有勇气去承担。当有一天，如果不幸台湾真的被攻击，虽然我看现在机会不大，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永恒的警惕跟勇气去面对这一个可能出现的状况。我们国防要不要准备好？我们国防的认识要不要准备好？我们对中共的认知作战有没有认识？这带给第3点，中共的认知作战。光以这一部电影来讲，你就知道中共花了很多力气去做认知作战，打时代革命4个字的情况，已经导致了社群触及率大减，而且根本脸书突然之间没有办法按赞 ，YouTube 上面把时代革命国际官方频道无预警的下架，有导演就周冠威导演那个露脸的影片，一律都没有办法下广告，直接被拒登。那大量的网军恶意投诉，导致了很多问题出现。那以我主持这个台湾香港协会，也包了2场在那个光点华山电影院。那他们官方的脸书已经以长头式的方式来宣传本片。你知道，如果打上“时代革命”4个字，触及率会大减，所以他们就用4个句子来把“时代革命”4个字放在第2个字的位置来指示。你看看台湾居然被这些社群媒体的魔兽搞到这个地步，可以看到我们要抗议才有改变，抗争之后可以拿掉这些限制。但是你看到中国网军小粉红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我希望台湾要了解，认知作战不是未来式，是现在进行式。我们必须要防微杜渐，一定要把台湾好好守护好。是，咱看这出纪录片，嘛爱想到爱保护台湾。我们现在再来请教 Sky， 作为一个跟电影中的示威者年龄比较相近的人，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其实我是觉得这一部纪录片，其实它最大的意义是在于，其实因为过往我们都会从新闻里面或者是在其他的片段里面可以得知到现场的现况，可是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发生在那个镜头以外的事情。那可能其实纪录片这一次导演，因为他是跟大家都在一起在那个现场，所以他可以看到的画面其实是我们在那些新闻报道或者是图片啊，或者是其他直播里面是没办法看到的事情。那其实我们过往其实在参与的时候，也是用一种个人的角度去看待整件事情。那譬如说里面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在7月1号那个立法会的事件里面，那有一些人会觉得就是要留守下去，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机会很难得。可是呢，你当下就会觉得有人希望我们一起走。那其实后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当下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在包底，就是我们立法会的那个底下，其实有一些人就是讨论，然后就是说一个人就是因为香港人那个时候是想要
一起走，然后一个都不能少。那其实，在理解这个脉络底下，其实我们看到整个事情的时候是比较完整以及比较全面的。那作为就是一个年轻人去看到就是年纪相差，甚至其实偏重的，其实很多的年纪都比我们小。那甚至是有一些可能是现在还在念初中，就是中学的学生都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开始其实可以看到，其实这项运动不只是比我们年轻的，甚至比我们年长的，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一些就是长辈也出来。其实这个并不只是我们可能看到的一些单一的面貌，它是一个真的是属于一个香港人的历史的记录，以及是一个香港人所有的全民的一个运动。是，观众朋友，这部电影甲咱讲吼，10几岁啊囡仔拢在战哦。咱所来请教吴教授，电影捌看过啊吼？是，我是家己买票吼，入去电影院内底看。昨暗8点外，照理来讲，这一般的上班时间。我入去现场的时阵，坐落来啊，我看了电影开始，开始的时阵足侪画面，然后我开始看了有人甲口罩小可扭来的时阵，我就看到伊画在七目屎，画在流鼻水。这其实咱看到讲，其实咱台湾人咧看这部电影的时阵，过去足侪人讲迄离咱足远的。虽然讲过去香港对咱的感觉讲去遐佚佗啊，去遐踅街啊，去遐买物件，但是无想到2冬进前的香港是遮尔啊惨，遮尔悲哀。尤其是吼过去中共咧讲舞照跳，马照走，但是无想到伊咧统治了后，全变做即个模样。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台湾人吼，足侪伊上映了后，其实足侪戏院，其实咱看到吼，伊伫全世界拢无法度上映，嘛无法度互足侪人看到。但是伊足无简单呢，伫台湾有遮尔侪戏院愿意吼，可能会后壁吼伊的票房会有受到影响，伊嘛愿意徛出来，不管是包场也好，也是讲伊来做即个放映的时阵。在后壁吼，咱拢知影后壁足侪商业利益的。当然，大家拢足不爱讲到即块，但是你爱想到吼，头一个全世界啥干那伫台湾的戏院内底公开来放映，这是足无简单的部分。我相信导演吼，毋是干那要互全世界人看到悲伤尔，要搁看到希望。希望这2字是对自由民主国家内底是上界重要。包括咱这张 CG 内底，咱有看到香港中共讲50年无变，新强要互伊一个自治的空间，甚至于西藏有和平的协议。对香港、对澳门，因有迄一国两制。但是对台湾来讲，伫2019年的时阵，习近平嘛讲啊，要互什么一国两制的迄款台湾的迄款方案。但是台湾绝对无法度接受，为什么？因为你看到香港这部电影内底，不管是警察拍人，也是讲伊对这规个故事的铺陈来讲，这原本香港人是足和平的，来请求讲是毋是会当互迄个香港一个民主的机会。我会记得1997年的时阵，香港要回归进程，足侪项香港人在讨论啊，有2条路，一条留落来，一条是移民去其他国家。留落来人，因拢有一个希望，希望啥？香港会当改变中国，香港会当改变中共，会当摕到民主。但是咱看到这20年过去，香港完全无法度改变中共，中共甲伊的承诺规个拆掉部分中英联合声明，这是国家甲国家签的中英联合声明，伊甲讲这是一个历史文件。过去我无讲我要互你这民主啊，无互你选举啊，但是咱后壁看到讲，习近平嘛讲啊，这是我中共互香港人民主甲自由，这是中国式的民主。所以你若讲对中共的承诺，若有啥物看法？我讲即摆乌克兰战争的时候，2013年。中国甲乌克兰有签一个友好联合声明，对乌克兰伊已经放弃无任何核武器，但是颠倒过来，中共讲你若是受到攻击的时阵，我一定会保障你的领土、主权、人民的安全。但是恁看到最近伫联合国的会议顶头，中共对美国所提出来这个谴责案，要谴责罗西亚。但是中共说啊，弃权，
棄權就是代表講，伊講中國甲烏克蘭的迄款聯合聲明是無效的，伊當作無即件代志。伊就講是歷史文件，佫較莫佫講，迄是國家甲國家簽的。因為迄個香港回歸的時陣，伊當作這是國內的代志，所以希望各國唔好插手。但是咱嘛看到，自從香港人抗爭了後，全世界攏總醒過來。是。過去中國吼，因為伊改革開放了後，就摕到足儕國際迄個紅利。但是咱嘛看到中國的規則吼，伊想要去套佇即西方國家頂頭。我講的較是規則，我講的較是重要。伊要出口極權。伊要出口伊的極權。人講數位集權，學我上律師有講啊，你即擺吼佇迄款 Instagram 還是 Facebook 頂頭，你若拍時代革命，這4字是看袂到的。哦，為什麼？足儕人來甲伊檢舉，足儕人來甲伊講，我無介意看政治，我無介意看到這代志。但是你無看到，無代表這件代志就無發生。尤其是30年前1989年的歷史天安門事件，即擺中共想要甲迄個坦克人，這個電影你要揢掉。但是咱看到國際社會，然後揢掉，歷史就互改過啊。即屆時代革命這部片上重要意思，就是互全世界看到這個代志。吼，所以咱講啊，這部片想到即擺，你譬如講一寡迄款，咱平常時咧看迄款頻道，攏看袂到。為什麼？因為因後壁有迄款中共的迄款壓力。吼，你譬如講最簡單，你好萊塢的電影要入去中國，一年過後你10片、20片。你來選，你看你要放無？所以咱看到講，當然國際吼，即要壓力頂個來講的時陣，咱看到咱台灣人吼，在支持香港的部分，除了電影以外吼，不管物資佇電視內底，咱這部紀錄片內底攏有寫到。上重要是講，台灣是香港希望。為什麼？因為今仔日的香港有可能是明仔台灣，這個是上介重要的部分。所以看到悲傷，但是嘛愛看到希望，這才是這部片內底我看到一個部分。是，觀眾朋友，即馬有人在想空想芳，互你看無這出電影吼，你若還未看過，即馬咱來看這個電影的小解。原先期望可以喺1997年一回歸嘅時候，就已經有一個民主嘅選舉制度全面嘅實施。咁但係咧，中共官員就係唔得啊，冇咁快啊咁樣。香港實行唔到民主化咧，冇可能維持到香港嘅自由同法治嘅。其實我只係爭取一樣嘢啫，就係自由。咁文明嘅地方可以發生啲咁野蠻嘅管治。長運動 faceless， 佢哋唔會知我嘅名嘅。因為呢場運動冇大台，所有人都係nobody is everyone。全部人真係素未謀面，但係我哋透過一個 Telegram， 咁地圖 team 嘅朋友仔就會將我哋所有資訊一次過放落翻 HKMap 嗰度嘅，仲有車手 team 啦。我哋係車手，可以確保到佢哋可以翻到屋企。冇人㗎，喺上面冇人㗎，大家走啊！我要喚起更多人去對抗呢個無良政府。831油麻地站列車入面有4個流血不止嘅傷員。我求下你啊 Sir， 你個差人先喺邊啊 Sir？ 我哋唔打人㗎，去救人咋。我哋之所以會俾人叫阿爸阿媽，係因為我哋喺前面執咗好多單拖仔，照顧到佢安唔安全。如果我哋兩個出咗咩事，你就當冇識過我哋唔係你度老豆老母。一個記者喺7·11俾人打。而更加離譜嘅就係警察係對於呢件事係完全知情。政權想做嘅嘢，正就係俾你班人知道，你俾人打我都會救你。嗰件事嘅政治能量係好多血堆嚟嘅。我唔想呢度變綠色呢個廣場啊！佢掹槍啊！佢掹槍！喂！一個22歲嘅大學生要着住件避彈衣。大家都係用人頭、用身體嚟做呢個籌碼。即係每一次去阿爸阿媽話去打波，我自己冇諗過中槍，第一次就中我眼。佢哋覺得抗爭先實現到自由。當我決定走出去嗰刻，我已經撇除晒我其他嘅身份，就作為一個學生，作為我阿爸阿媽嘅仔，
我嘅身份就只有即使用條命都要行出去嘅抗爭者。時代革命其實唔單止係香港嘅時代革命，香港應該係要被視為世界嘅香港、國際嘅香港、自由世界前沿、抵抗極權嘅香港。觀眾朋友，咱來看到時代革命這個紀錄片吼，是2021年伫法國坎城來投片來頒，總是無公開。伫同一檔第58屆金馬獎得到最佳紀錄片。伫今年2022年法國嘅紀錄片節得到影響力嘅大獎。2月底開始伫台灣正式來頒，即馬票房有800萬，台灣是全球唯一一個所在有咧頒的。這部電影伊用反送中運動來做伊的大章頭吼，通過運動內底7組無同的示威者的角度，包括記者、社工、保護囡仔的做事人，閣有救護人員遮的人因的奮鬥的過程。大聲又紹解香港主權移交的背景，過來記錄2019年熱人開始的示威運動的過程，包括佔立法會7月21號元朗攻擊以及香港理工大學衝突這的事件，伊是用香港國安法的通過來煞過。因為講這的主題，伊就無法度通過香港的國安法以及電影檢查的條例無法度佇香港來頒吼，不過隨網佇台灣有得頒。咱看到你若是社群面頂講時代革命這的字，你的資訊都無法度看。另外，時代革命台灣的官方的 YouTube 口罩嘛去互抬掉，吼，有人一直在阻礙這出電影，互人看到吼。我們先來請教商普律師，這部電影呈現這個運動的方式，有哪些地方讓你覺得非常特殊而驚訝的？這一部電影呈現運動的方式，當然是順着時序來看啊。所以大家看得到，它從6月9號爆發，然後電影把第一章框定在7月1號開始，因為6月9號103萬人的大遊行，之後爆發了612的那個催淚彈的鎮壓。616就是有200萬人的遊行，之後7月1號有這個佔領立法會，那之後有看得到721元朗白衣人事件、無差別打人事件，而且831警察無差別攻擊太子站人的事件，而且有10月1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的國慶的時候，我們怎麼樣奮勇地走在街上，中大保衛戰、理大保衛戰，這兩個是非常大的一個重要的地方。那它分開7種不同的角色來看他們的那個參與，你就看得到那個中共啊，或者說一直講的這個勾結外國勢力這一種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這種無大台的抗爭本身就如水善變，用 Telegram 這個群體就可以很快的組織起來。所以很多台灣的社運人士會講說，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台灣，台灣人能不能夠像香港人一樣，或者比香港人更好的站出來反抗這一種侵略啊？所以這個台灣人真的要包括我們在內都要好好去思考這個重點。是。那同時我們看得到這一個裡面，我看這個電影呢看了4遍，我每看一遍我都最後手都在發抖的，因為看到中間是會憤怒，之後很快會轉為一種悲哀。那在第9章第一幕，就寫台灣2個大字，那就看到很多的抗爭者離散的到了台灣來，所以我也很希望台灣的人跟台灣的政府好好去面對這一批人，他們為數不多，但他們卻是因為這個參與過這個運動，尋求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很希望大家能夠好好幫他們，真的是自由的台灣能夠稱香港的自由。未來的路你看得到怎麼辦？這個有很多點哈。這個特色是以後又怎麼辦？我們要怎麼樣去讓這個離開了香港這個群體，能夠花果飄零，靈根自植到台灣這個地方來？怎麼樣能夠跟台灣同行，以認同台灣為第一的優先？是，然後看看能不能夠好
好好守护住自己的身体、生命、健康、自由，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跟台湾人走在一起，去守护这一个2350万人的土地，这个才是很多来的学生们给我的亲口跟我说的一番话。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跟他们站在一起，不但是 Stand with Hong Kong， 不但是 Stand with Ukraine， 也是 Stand with Taiwan，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是，咱请教吴教授吼，足侪人去看拢讲目屎爬袂离啊。啊，你会安怎甲台湾的观众朋友推荐这个电影？我相信吼，足侪人也个还未看过吼，我是鼓励大家会使找一个时间吼，去电影戏院来看。这当然，这甲好莱坞迄款电影无共款，这是一个纪录片，所以咱看到讲，咱当然为咱人迄个心内吼，咱甲香港人徛做伙，所以咱不管是总统也好，还是行政院长也好，还是咱的迄款陆委会迄款主委吼，因拢包场去看电影。啊，主委迄个陆委会主委屈泰山嘛是讲吼，讲面对香港吼，面对一国两制的限制，啊。自由民主不断倒退的情形之下，台湾是爱做香港人的一个后盾。啊，除了一个后盾以外，这是守护台湾民主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香港人搁摕会当摕来台湾，啊，台湾人要摕去啥物所在？其实这是咱爱想的。啊，当然第二个部分，咱嘛看到吼，我相信一定有人会安尼想。啊，是安怎爱遮尔安尼抗争？是安怎好好啊？甲政府讲敢唔好？香港人敢真正是无遮尔无理性的部分，其实咱来看到吼，为这个运动吼，其实当然大家看是2019年开始的反送中运动，但是我看到吼，其实为1997年以来吼，中共的迄款支票吼不断跳票，原本讲要互普选，但是佫甲延10档，佫延了后，你若佫甲问讲啊，无定是要互阮选举，歹势。中共就讲啊，你佫无佫等一个，到底要等啥？唔知影。但是迄个时阵，香港有一个路线之争吼。我相信咱大家拢知影吼，香港有2条路线，一条叫做和平、理性、非暴力吼。啊，但是咱看到讲和平、理性、非暴力，咱看到10万人有够无？无够。20万人有够无？无够。200万人徛出来，香港才700万人尔，200万人徛出来，也是无法度去甲政府。迄款因的迄款想法，互政府会当接受。为虾米？因为香港无直接的选举，所以香港的政府伊看啥？伊看的是中共中央的迄款想法，伊毋免去看到迄款香港人民的迄款看法。所以咱看到讲200万拢徛出来，当然希望会当有300万人，会当有400万人徛出来。但是咱看到香港就开始用一寡方法吼，无爱互你上街头，吼，包括啥物迄款迄款铁路吼，就甲伊讲袂通，也是安怎的部分。啊，所以咱看到讲，迄款和平、理性、非暴力要行出来的时阵，其实受到足侪迄款抗议。但是咱莫袂记得哦，香港的警察伊的装备是正式的装备吼，不管是枪支迄款枪支吼是塑胶，也是催泪弹，也是讲亲像有无迄款冲锋车，也是款喷水车，迄拢是。足进步的迄款武器，咱看来香港民众是创啥？涂骹石头捡起来，迄款路边的迄款栅栏甲摕起来，伊用安尼做抵抗。咱台湾人讲得高倒菜刀吼。对，所以咱看到是讲原本吼，因是希望有一寡抗争，咱当然嘛有可能抗争者，因嘛愿意付出迄个代价，但是因想要创啥？伊想要互全世界看到香港人为着伊的诉求，伊愿意安尼行出来。但是这登湾的时阵是啥物所在？咱下挂伊个三浦律师嘛有讲到，警察竟然走入迄款地铁内底吼，无差别安尼攻击人，啊，甚至于吼，抑佫有一寡迄款黑社会，啊，假影是家己足正义啊，怎入去迄款地铁站佫拍人，啊，拍人的时阵，足侪民众敲电话报警察嘛，结果警察伫边仔拢总无啥看到，尤其是有一幕吼。迄警察摕枪直接拍一个拢总无任何装备的少年人，香港人当然手拢顶起来，心肝嘛拢激规完啊！全世界看到这幕的时候，你敢佫会当佫讲，啊和平、理性、非暴力，就会当改变中共
改变林郑月娥这项做法，其实是无法度。所以咱看到讲，即摆这部电影吼，伫香港无法度上映，这是足正常的。伊无可能互这个电影伫遐看。啊，但是咱无了解是讲，除了台湾以外，竟然其他国家竟然连上映拢无法度。咱看到是讲，这是到底是啥物原因？所以咱看到讲，包括中共吼，这后壁影响力真正足大，尤其是透过这部电影吼，要分化足侪人的，足侪人来甲你讲啊，无你就莫抵抗就好，你就归来就好啊，你就安尼就好过日子，你是安怎去甲迄款政府来做抵抗？莫袂记，咱台湾人过去吼，嘛是为权走行入来自由民主的部分。自由民主绝对毋是讲迄款独裁者会直接摕互你的，无可能，一定是抗争而来。所以咱看到讲台湾行过这段，当然香港人嘛看到。那香港人即摆行这段，嘛是足侪咱老一辈迄款台湾人嘛看到的部分。所以咱无希望吼未来香港会更较差，但是香港会更较差无？会更较差。为什么？因为香港国安法落去了后，想要抓就抓，想要放就放。你随时连走都无法度走，所以咱讲吼，其实台湾这部片吼，伫遮上映啊讨论，这是足人的代志。所以中共当然对这部电影一定会全部去封杀，不管是透过迄款小粉红哦，去甲你检举啊，互你讲你这刺激啊、分化，这为个血腥的迄款镜头。所以咱看到讲，伊会无所不用其极来阻止这部电影的放映。所以咱等到过来看的时候，等到咱来呼吁吼，啊未去看的吼，这找一个时间吼，真正会当继续来观看。啊，尤其吼，咱看到这部电影吼，未来吼可能会出公播版吼。啥物叫公播版？就是不一定爱入去电影戏院，伫学校，伫啥物所在会当放。这是即摆不管是导演也好，还是政府也好，甚至世界各国吼，不管。迄款社会运动者拢在做这件代志，想要互这部电影变做一个公播版的部分，就是啥物所在拢会使放的时阵，中共伫香港做的代志，全世界拢会知影。是，我们来请教 Sky 哈，这一部电影用7个不同的角度来呈现这个运动。作为一个香港人，你觉得它让你看到了香港人这一个形象不同的地方吗？其实正如刚刚前面有说，因为我们本身一个人的角度本来就有限，那其实作为这个整个事情的参与者的话，其实很多的面貌我们都没办法看到。那其实可是经过过往，其实我们这一次的2019年开始的这个反送中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想象都可能是一群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去面貌，其实并不是单纯是像这样子，是它背后其实有很多，譬如说，它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是比较多的所谓的勇武抗争的画面，那其实可是那些勇武抗争的画面呢，其实它背后的支持呢，其实很大部分都是因为有我们所说的那些何理非的去支援。那因为这是何理非跟勇武这两者，就是都是作为一个为了香港的未来而争取，然后以这个前提为出发的底下，那大家互相支援的情况底下，那才会就是让这一群运动，就是在2019年到国安法之前呢，或是被借着疫情为理由打压之前呢，都是一个就是还蛮有效的一个功用。也就是何理非和勇武都是手足的意思。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会说就是手足，那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作为一个香港人去看待。那当然其实中间的大家对于那个想象中的香港的确可能会有不同，或者是大家想要就是争取的手法并不一样。那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可能我们年轻人的，因为已经看过太多现场的警报的画面，那我们会觉得那其实是一种不合理的。那我们可能就是会想一些，因为整个体制都已经是不公不义了，那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方式去实践我们的觉得是正义。那可是呢，有些人会觉得，因为虽然说我们这样子，可是我们就是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对抗这个体制。那其实是每一个不同的每个人的选择。其实就正如其实这一部电影的一个那个 slogan 来说，其实就是。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就是选择改变这个时代。那个时代其实未来会怎么样，其实我们还不知道。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时代革命里面其实包括就是可能刚刚提到的有社工嘛，或者是有一些已经就是去守护孩子的那个老农，那或者是其实有看到就是其他真的是可能是真的是
所谓的家长，就是阿爸阿妈这样子。其实他不同的角色，他们的观点都可以在这部影片里面看到。他并不是可能就是像它是一个比较相对上以2019年以来整个反送中把过往的，不管是过往的脉络，为什么香港人要选择出来抗争，到可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开始选择为什么要勇武抗争的理由，或者是到后续整个发展，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继续留在香港努力，那有些人会选择就是在海外，它是每个人的选择都可以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看得到。是，我们再来请教Sam律师，我曾经在休斯顿加入香港人的示威游行，听到香港人一路在唱《海阔天空》，但是竟然是小小声的大家一起唱，好像彼此在说秘密一样。经过这几年的运动以来，还有这部电影，您觉得香港人出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认同吗？香港人的认同的确有非常大的改变。在2014年前后有城邦论的出现，那之后城邦论出现之后，很多人就开始讨论香港要不要有自觉的问题，就是有政治认同的问题。香港是不是一个除了族群以外，还是一个民族的问题？香港要不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问题，也会提上议程来讨论。但这个会引起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因为大家知道说中共是绝对禁止这一回事的。是，他怕4个东西，一个是香港的叛离，第2个事情是怕影响到中国内部的民变，第3个怕习近平旁边的反习派利用香港做一个杠杆来斗倒习近平政变，第4个怕国际会施压给中共，所以怕这4个东西的话，他一直以来非常打压，从2014、2016、2017一直重重的打压所有希望民主自由的活动。当时这些活动主要的定调都不是以独立为诉求的，而是以民主自由为诉求的。但这一次19的运动，你看得到百花齐放。很多的手足勇武派有很多都是支持这个香港独立的。那当然不能把他们画上等号，这个2回事情。是，但肯定这个声音越来越大。我记得在这个运动发生之前，18%的人支持香港独立，但是在之后越演越烈。一个香港未来要怎么样？我觉得说香港人要好好去思考，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而且认清楚中共的本质。它是一个集权国家加天朝主义的事情，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这个是毛泽东的说法，套用在习近平这个把毛泽东视为他的精神之父的人，可以说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的心目当中一直在炮制很多的想法，暴力、谎言，通过他要扩张他的生存空间，就纳粹所讲的 Lebensraum。生存空间来去把整个世界征服掉，他的目的就好像一坨硫酸一样，要把所有的世界所有的那个人性跟善良都腐蚀掉。他重视的是权力、金钱、面子，而不重视真善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价值观念冲突非常大的地方。今天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也需要好好去兼顾。有3个不同的论点，一个是叫做就是台湾就是叫挑衅中国论，就好像说现在乌克兰挑衅俄罗斯一样，就是说香港挑衅中国才导致现在的局面。你看看这种论调，在某些党派的人员里面都开始出现了，检讨受害者。对，第2个事情，他会认知作战。第2个部分就是说，美国弃台论，放弃台湾。这种说法就是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甚嚣尘上。但不要忘记，北约跟那个印太是美国的重要的核心利益。台湾在印太，乌克兰不在北约，也不在印太，这个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第3个事情就是说，台军不堪一击论，就是说我们的军队没有办法去战斗。你看，香港就是没有军队，没有实力，所以我们才会功败垂成。台湾有军队，要不精实我们的国防，精实我们的国防意识，而且不要每一次都说，哎呀，一开战的话一定捞跑了。其实没有这一回事。我认识多少的那些在当过兵出来的年轻人，在台湾的，他们都愿意奋勇抗敌。所以这种吹嘘这3个论调，
是中共现在认知作战的重点。我们在台湾必须要一起台港同行，一起抗击这一种论述。是，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中国毁坏香港民主自由的这个过程吼。伫1984年，中国甲英国签一个中英联合声明吼，讲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阵，主权移交中国，要成立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不过，才经过20冬到2017年的时阵，中国就讲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无任何的现实的意义。到2019年时阵，因来修改这个逃犯的条例，改做掠着人会当解送中国、澳门甲台湾。咱看到2019年3月底是头摆的这个反送中的游行，拢总12000人参与。到6月的时阵，因提5个诉求，头一个是撤销修法，第二个是撤销对这个运动的暴动的定性，第三个是放狩猎的示威者，第四个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警方甲民众的冲突。另外，第5个是量查来上普选。到2019年7月1号的时阵，伫主权移交22周年，示威者冲入立法会，占立法会，要求特首下台。到7月21号，伫元朗这个所在，咱看到穿白衫的中国虎仔攻击香港的市民哦，2点钟久，警方拢无处理。到8月31号的时阵，愈严重，咱看到警方伫香港的捷运站攻击市民。到11月12号的时阵，香港的警方进入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内底来掠学生，到11月17号的时阵，伫香港的理工大学有这个围城吼，拢总1000外人去狩猎，300外个未成年者互点名做记号。到6月30的时阵，香港的国安法来通过，这是规个时代革命已有记录的过程啊。我们先来请教。Sky， 在这整个运动当中，您认为香港人真正在追求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对于香港人来说，因为其实过往的就算是在英国殖民的体制底下，它的确不是一个民主的制度。那可是其实香港人过往想要的是法治以及自由。可是其实过往来说，其实我们曾经在香港的时候，其实有一条很类似，就是跟国安法相近的，叫23条。那其实内容呢，其实也是跟一些国家安全有相关的。那其实过往来说，就是因为大家其实过往香港人最担心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本来的法律的体系其实本来都不一样。那这个可能接下来可能请三浦律师会比较这个清楚这个解述。那其实可能香港人是一般的民众是对于就是中国整个的法律的制度以及整个体制都是不信任的。那其实在竹碰这一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大家的诉求都是争取这个普选，然后就是让香港可以选出属于自己的民意代表，以及就是整个我们所谓的特首那个，然后让香港人真的可以为了这一片自己的土地，然后去发言，去决定自己的未来。那可是呢，其实特别就是在经过2014年之后，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的争取的方式其实可能是香港政府，甚至是在它只是一个傀儡的政权。那其实它对上的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北京的那个政权。那只是在底下的时候，他们是无动于衷。那所以其实，在后来其实才会有那个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开始的，或者是在2019年看到的那些比较勇武抗争的行为。那因为其实我觉得中间的改变，其实是因为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过往其实是这么和平理性去争取，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甚至2019年的时候。100万人，然后甚至200万人，那200万人其实是占了香港700万人里面已经是2/4嘛，那其实是一个很夸张的比例。那其实，在这样子的底下，其实我们都没办法争取到我们自己想要的
事情的时候，其实香港人会觉得，其实接下来甚至其实可以看到国安法的生效之下，那其实是对于这个完全是一个很失望的状态。那其实因为我们前面都有讲到，其实我们是对于中国的法律其实是不信任的。那其实不管是法治、自由或者是民主都没有的时候，那其实这三件事情，其实香港人一直以来都是最追求的事情。那其实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之前他们中国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国安法只是要维护国家安全，那一般的一般的事情并不会用国安法去控告你，或者是用这个以罪名去打压你啊，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有一些就是新闻，就是说香港的一些就是普通的食店，就是商家餐厅，他只是发了就是一些批评香港政府的一些政策，他就被这个以国安法用这个煽动罪名去控告。其实这个已经是一种就是以言入罪的方式，那去打压香港人的，不管是过往他有一个政治的权利，那现在其实连政治权利都没有，甚至连你的言论都要控制。那其实这个东西，因为香港过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预告片里面说，香港其实过往就是一个属于国际的香港，它有很多的外国的朋友啊，或者是世界的，我们会说它是这个世界国际金融中心。那你这个状态底下，香港是没办法接受那一种真的是集权或者是被统治的那种氛围，所以其实就算是国安法生效之下，那很多的他也用疫情的关系，然后去让大家不能出门，或者是控制监控你的所有的行踪。那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并没有被挡到香港人想要去反抗或者是争取的心情的。观众朋友，你甲看中国的讲法偌好笑，伊讲一般的代志袂用国安法，咱就问看电影敢无足一般？这个电影无法度伫香港来播呢？我们请教桑普律师，从法律和义理上来说，英国人是殖民者，现在中国人也是殖民者，这两个能够比较吗？或者是哪一个他们有没有差别？这个问题呢，也放在台湾的语境上面，真的是有一个身同感受的感觉哈。那台湾以前也是被日本殖民，也是当时被那个国民党的外来政权殖民过。那一直到96年才真的是有这个民选总统嘛。那所以在之前长时间内，我觉得说，就算到现在，还有很多余毒还在。那谁是比较优质的殖民，就好像越来越有那个退化的迹象哈。因为世界上都是劣币驱逐良币，越暴力越越虐待人权跟人性的政权，越能够占得上风。这有时候会这样子。那你看到在英国时代，在香港是相当，就是好像刚刚说的马照跑，舞照跳，这个邓小平都说了啊。那这一种时代是纸醉金迷，有一个是这样的时候，香港人也有狂妄自大的时候。香港人也有一些这个他们是非常傲气腾腾的时候，但是你看到当时候香港一直没有充分的民主保障，他们的自由是英国的殖民者所赐予的。香港70、80、90年代的黄金时代是脆弱的，一直到97年主权移交之后，慢慢看到中国殖民者这个一步一步的亲门踏户。那通过人口的洗牌，通过认知作战，通过发展地下组织，通过不同的媒体的吹嘘，让香港完全改观。但香港还是有一批年轻人抵抗，那个抵抗是史无前例的高。我看到在150多年香港人被英国统治期间，有没有跟英国人抗争？英国人有没有说做得不好的地方？有，就好像当年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也是有很不利的地方，也有。但是你说有没有真的激烈到好像2019年那个抗争？没有。你看1967年那个是左派的暴动，是当时文革时候中共派一些地上党员来这边策动一个暴动嘛，想推翻港英政权嘛。但除了那个以外，香港人自主所出发的运动去推翻英国政府的基本上是没有的。但在这一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换掉这个政府，受不了。大家看过《时代革命》这个电影，有一句话。有一个女生就这样的说法，所以看得到中共的暴力，无论从质跟量方面都不一样，它是把整个香港的法治的根基都连根拔除。起码在英国时代，还有一个
那个没有民主跟保障的法治基础，那些法官还是就是按照法律不偏不倚的执行一个公平的规则。但现在国安法订立之后，更加没有这一门戏了。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中共啊，打压香港的暴力跟谎言的浓度是很强，而这个强不是因为说我们都是属于黄种人、华人，我们就觉得可以宽容。有很多人是囿于民族主义的锅臼，所以才会这样的想法。但香港年轻的一代跟80年代的香港人完全有个质的改变。这一代他是跟自由国家站在一起，他们甚至不标榜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愿意成为一个真正堂堂正正的世界人、香港人。那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对台湾的观念跟70、80年代有一个质的改变的跳跃。我很希望很多台派的朋友能够宽容跟了解这些年轻人心态是什么样，那大家建设好一个很好的台湾。是，观众朋友，咱来看，伫香港的册店的店头家林英基讲，这个反送中运动内底的少年人，甲台湾过去28事件同款吼，侪人失踪、关押，也是去互杀害，袂输甲台湾过去的历史搁经历一摆哦。台湾图书社协会林思涵理事长讲，1947年有一个3·2事件，伫这个事件内底，台湾的民军甲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来冲突，嘉义正做上严重的地区。经过这个事件，互咱看到这个中国政权因的这个歪霸粗残的本质。咱即马侪香港人来到台湾，台湾一直有爱受这个难民法的声音吼，咱来请教吴教授，这个问题咱应该安怎来看？有需要无？是，我相信吼，在咱过去讲民族主义的时阵吼，会讲咱其实共血缘、共祖公，但是其实吼，咱即摆看到吼，你只要认同台湾。哦，不管你为倒位来，你为倒位出世，这拢已经无重要。所以咱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为过去迄款譬如讲迄个荷兰人啊、日本人啊，这拢是已经是变做台湾的一个精神。所以咱看到讲，即摆吼，足侪香港人为自从反送中了后，是有较大批来到台湾。其实搁较进前，嘛有一寡香港的朋友已经刷来台湾。但是咱爱看到讲，即摆吼，确实啦。伫迄款反送中了后来到台湾的部分，其实咱有看到的是讲，到底台湾人要安甲斗相共较好？我对于迄款难民法的部分吼，其实咱有一款看法，其实遮的香港人也是甲咱做伙行过这段路的遮的朋友吼，其实因嘛无想要变做难民，因为有一天因有想要转去香港。为什么？这台湾是因一个休困、转休的所在。上重要就是讲，过去你亲像犹太人，伊最后要爱转去复国。所以对香港人来讲，伊上重要的是讲，要安怎伫即个即摆打压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休困，会当一个喘气的所在。啊，所以咱看到讲，除了来台湾以外，嘛有一寡人可能经过台湾去美国、去澳洲。无共款的所在，过去吼香港有三条电线，后下我讲过合理飞嘛、永武嘛，啊，搁一条国际电线。其实咱即摆看到足侪吼流亡伫海外，即个迄款议员也好，也是一寡抗争者，因拢伫无共款的所在伫努力。啊，要安怎互因一个帮助？除了物资以外，我相信同理心吼是上介重要。我家己都有朋友吼，伊。之前我的大学同学，即摆到会所差不多，但是伊就是嘛是参加这场的活动了后，转这2年吼来台湾依亲啊，吼依亲的意思就是讲，伊干那会当居留一段时间尔。但是伊伫台湾，伊嘛无想要靠别人甲救济，甲斗相共哦，伊是想要家己来会当做工课，会当来家己讨生活。尚律师，您觉得台湾目前应该如何帮助香港？我觉得有3个重点啊，第一个是。香港很多的那些抗争者来到这个地方，要读书、要工作，甚至他很长时间才能够获得定居跟居留。我觉得台湾在兼顾国民利益跟国家安全的前提底下，可以充分的实施《港澳条例》第18条，也就是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第16条跟29条。
大家可以看看有关的条文，就等于说他们可以连续居留满1年或者2年，就可以说取得这边的定居资格。我觉得这个地方法律已经在，不用立法，只需要行政院好好做。今天早上也有记者会，我们民间团体也呼吁这一点。第二个事情是，很多学生不是抗争者，4年读书，5年工作，9年才拿到定居资格，就身份证太久了，是不是可以说4+2或者4+1能处理？因为香港回不去了，他只能在台湾工作，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宽松。第3个地方是很多投资专才跟创业移民，因为国安的门槛被卡关，那希望他们在国家安全审查上不要刑事标准审查，因为你在医管局那个中大图书管理员就把你卡关，希望有实质严格的国安审查，这个才是台湾之福。同时，台港同行，大家一起呢携手合作，大家可以共创台湾民主自由的未来。谢谢。谢谢。不好意思。